后来回头来看这个嘉义发生地动，今年的正月，西藏甲日本的强家嘛发生超过6个地动。地动七报中心的郑主任郭凯文讲，可能就是这2个地动间接造成嘉义的大地动。 熊熊海一个真大个，先是顶个海，随着左右海，今日嘉义发生规模6.4个地动，时间前后尚无10秒钟。这是 YouTube 的蔡家伫嘉义徛街地动当时的画面。蔡家传上网络的监视器影片，这段影片互真侪人想起9日伊恐怖的回忆。前地动测报中心的主任郭凯文就点出讲，这可能甲今日这发生的2摆大地动有关系。 厝都规片四界拢是断裂倒扁。今年1月7日，西藏才发生规模6.8地动。过较无1礼拜，日本的强家嘛发生规模6.9的地动。这个关联性就伫个永珠地块。这次的那个地震哦，那个整个讲起来是，菲律宾海板块哦跟那个欧亚大陆板块的一个碰撞。那不过那个欧亚大陆板块哦，现在又有细分为那个扬子地块。 为板块分布图来看，专家分析，西藏的地动是由印度板块向东边前这个永珠地块，日本强家地动则是菲律宾海板块向西北前这个永珠地块，台湾是伫个永珠地块边啊，等于是业力中央，有可能间接影响到这摆嘉义地动。全世界哦，跟台湾都有观察到很多那个主震变成那个前震这样子的那个案例啦哈。 除了永珠地块，专家嘛烦恼讲，这摆主震可能也未发生。以2022年台东关山的地动为例，当时先是伫9月17发生规模6.4地动，想不到过等到下晡又发生规模更较大的6.8强烈的地动。本来主震颠倒变成前震，专家提醒讲，未来1个月拢会涉及有规模5以上的地动，尤其是龙年年要到啊，面对灾害未当大意。 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